因为他给人家希望，他给人家信心，他给人家爱，信望爱。天之涯，地之角，枝条半零落，一无浊酒，尽余欢。我叫刘毅，一名普通的义务支教老师。3年多前，我来到这个地方，看这个山区的原始魅力和孩子们的质朴纯真。今宵，韦大爷你好，有什么事？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去世，这是他的孙子李教授，因为交不起学费，不愿意来上课。他挣的钱不够，不知能不能加上土豆代替上学费。韦大爷，钱你就拿着，土豆就行了，反正学生要吃土豆。他们的土豆就是马铃薯。草上课去。后来，这个孩子已经让我感觉到他的无助了。或许是因为他那所学的年纪，总是无时无刻的注视着我。你看他们的中餐就是饭，白饭跟马铃薯唯一的一道菜。这一个刘老师，他只吃白饭，把所有的马铃薯的菜全部给孩子，被这个新来的学生看到了，主动献陈进奉献，献出一块，所有的同学全部共襄盛举，主动献。最后他吃的最多。或许我再也尝不到每天土豆的味道。孩子们就像天使一样，让我忘记了自己身处如此贫瘠的处境。我想，我是不是能努力的让孩子们每个月吃上1次土豆以外的东西？唱口袋 CD 是除了上课以外能为孩子们所做的。我不知道这样是在为了孩子们，还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满足。学校离最近的乡镇也有4个小时的车程，通常到夜里才能回到学校。你看他的4个小时的车是坐什么车？体无。我才知道，村里的人将这种误会为希望，它寄托的全是人很多美好的期盼。
天使们的笑容，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考虑了很久，现在这里面整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更多像大老板这样的地方需要我去。这个怎么给孩子们交代？这个我来讲。孩子们的眼泪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我甚至不敢多看一眼这些陪伴我3年的孩子们。再见，大老板。再见，孩子们。你自己是做什么职业的？我是个乡村老师。你的学生在哪里？这位达人带着一个特别的梦想走上舞台。你好，选手，怎么称呼？叫刘毅，请问来自于哪里？我来自四川眉山，今年多大30。你自己是做什么职业的？我是个乡村老师。你的学生在哪里？我的学生在云南，都是大山里的孩子。对，大山里的孩子。是不是上来为我们唱歌？我有我的学生唱歌。好，开始你的表演。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亭。晚风拂柳笛声震，夕阳山外山。
实好像没有像我的那么希望是那么浪漫。说句，我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我发现你是唱的是有用心，是有生命力的。刚刚这首是你的原创歌曲，是的，是我做了自己的音乐，然后卖给一些喜欢的人，然后给孩子们欢乐。是靠着卖一些音乐，然后换肉给小孩子生活，是这样吗？是的，我想给孩子多买点肉。你告诉我们刚才一天卖了几张？非常不好意思的，卖了1000多块钱。那这样孩子够吗？每个礼拜来回车费加上孩子奶油，大概是600块钱。一个月应该是2400块。对，2400块的来源从什么时候来的？卖碟卖了1000多，然后以前还剩了一点积蓄，有1000多块钱，朋友给了资助了1000多块钱。就是你的收入不高，没有收入，没有收入，是义工啊。对的，有多少学生？76个，孩子有76个下面学生。是的。你这76个孩子，你肯定刚才这钱一算根本就不够。我很害怕，我也很迷茫，我怕卖不出去碟，没钱给孩子买肉，所以说基于这个，我这样站在舞台上，让更多人知道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学校卖更多的碟，给学生买多吃的肉。为了让孩子们能吃上肉，你现在一个人吧一个人，30了哈，想过找对象的事儿了吗？想过，然后要求高，要求高啊！我听听什么怎么个高法？我喜欢的女孩子得是简单朴素然后最好不要最好就是一定要跟我去学校一起教书的。孩子们的话没有女老师，生理卫生没人教。这个条件你觉得高吗？我还喜欢漂亮的女人。漂亮是什么样的漂亮？皮肤白是黑的，或者是胖的瘦的，长发短发？我喜欢短发瘦瘦的姑娘，很可爱的。行，我帮你选不选？然后呢，你今天在电视面前展示的，我估计也会有好女孩给你写信说，刘英老师，我跟你一起去香港当几年老师，然后你们在那儿生个孩子，好遥远的事情。不遥远，真的不遥远，因为你不仅是看上去很美，我觉得你的心灵超过了很多很多人。你唱歌唱得不怎么样，但是你的精神真的让我太感动了。我去过大山，我知道那帮孩子需要你，所以我要给你 yes。下台来后，自己之间或者才来就有同龄人平行之间的对接，出2年的费用给你。谢谢，继续，谢谢3月孩子们，谢谢你。大姐，我希望你给他 yes。我肯定给你 yes。说句，我觉得你没有像波波讲的那么的差。但我个人小小的要求，我想要买1张你的作品，我愿意把你的作品推荐给我音乐界的其他的同仁，也许他们就可以买你的歌，这样你的创作也得到更多的价值。谢谢石林老师。不要说 yes， 说你已经成功了。这样站在舞台上，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学校，让更多的学生多吃的肉。他除了有爱心之外，因为他是志工，他是没有薪水的，也不像代课的老师还有薪水。所以像我们在推广途经到了大陆，到了很多的地方，我们也是当志工。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经理，还有很多的讲师，我们到了大陆去推广华夏的文化这一块，车马会都是自己出的，我们都是自己租1馆，
我们的自己来帮忙这一些孩子，我们甚至呢也是煮饭给这一些孩子吃。其实呢做的都是一样，爱子，可是爱子一定要有智慧，你推广的是什么？所以最后他站在舞台上面，他自己自创这一首歌，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让更多人加入这个行业。所以你看，2年连麦的评审，有没有一直认为他唱的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可是他也是感动了，2年对口，慈善基金会给2年的生活是。我们爱心也要有质，我们用在哪里？你在忙什么？人家忙得很有意义。我们有一些人忙得到晚上睡觉，屁觉、鸡叫乱。